多謝主席。中共20屆三中全會唔單止引領咗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同埋高質量嘅發展，對我哋香港長遠發展、長治久安、民生福祉同樣亦都係至關重要。香港我哋既然要發揮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啦，亦要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為社會及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安全嘅環境。香港回歸27年以嚟，終於喺今年3月完成咗維護國家安全嘅本地立法，真正履行《基本法》規定嘅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埋香港國安法共同構成系統完善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利於保障市民福祉，亦都有利於保護來自世界各地投資者嘅利益。不過近年網絡安全嘅問題備受全球嘅關注，好多國家同地區都紛紛制定咗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安全嘅法規以及其他嘅法例，包括咗我哋內地啦、澳洲、新加坡、英國、美國同埋鄰近嘅澳門等，都已經訂立咗相類嘅法例。今年施政報告重申，政府會訂定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保障其電腦系統嘅責任，加強抵禦網絡安全挑戰嘅能力。今年之內會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保安局喺10月亦都表示，喺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通過之後嘅1年內會成立專責嘅辦公室，並會同各界持份者共同制定界別適用嘅實務守則。過去我同業界都一路喺度爭取政府制定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安全嘅法例，所以我絕對支持今次有關嘅立法，亦都希望政府喺立法維護網絡安全嘅同時要審慎考慮到相關營運平台嘅實際運作需要，盡量避免令到業界產生好容易誤墮法網嘅一啲憂慮。而喺釐定機構規模方面亦都係業界好關心嘅，希望政府唔好只係考慮員工嘅數目，可以參考到內地嘅做法，同時考慮我哋用戶嘅數量。因為部分機構譬如我哋通訊業為例，可能個公司員工規模唔係好大，但係佢擁有好多客戶嘅數據資料，亦都有好多係民生嘅數據，所以政府就要考慮係咪應該將呢啲企業同埋機構納入咗規管範圍。亦都好似電子支付已經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亦都擁有大量嘅數據，亦都應該考慮是否一併規管。此外我亦都建議政府可以為呢啲企業同機構提供一啲資助或者技術嘅支援，減輕條例實施為佢哋帶嚟額外嘅經營開支壓力。主席，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夏寶龍主任強調，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嘅發展。日前夏寶龍主任喺深圳同本港工商界代表會晤嘅時候亦都就住建設香港提出6個需要，包括以港為家、開拓創新、支持政府、承擔責任、愛國護港以及融入大局。喺開拓創新方面我哋要繼續大力去推動創科嘅發展，加大創科資源嘅投入，壯大創科產業嘅規模。創新係激活香港經濟同埋社會高質量發展嘅重要引擎。我哋一定要掌握好、發揮好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喺土地、人才、資金、政策嗰方面能夠有足夠嘅配套。呢啲我會喺下一節度再分享喺創科方面嘅睇法。但係喺大灣區方面我哋點樣深化香港同埋大灣區其他城市嘅合作，做到優勢互補，加強人才、數據、資金等嘅跨境流動，接通我哋更加多灣區相容嘅制度同埋標準，令到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嘅目標呢個係非常重要。我好同意頭先李浩然議員提出嘅，應該將大灣區一個城市群嘅概念，我哋要有一個共同嘅 KPI， 先至可以推動到成個大灣區深化嘅發展。至於土地方面雖然政府我哋亦都喺度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啦，同新田科技城等等大規模嘅建設，但係工程需時。好多創科用地都最快要6至10年後先至可以提供俾業界去使用。預計最快今年底可以提供到嘅係河套用地，亦都未必能夠符合所有企業嘅要求。所以政府除咗要加快造地嘅步伐，亦都要希望用創新思維去考慮下點樣能夠調動同埋促進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嘅合作，結合大灣區嘅土地資源同埋人力優勢，加快推動創科同埋創業產業發展方面嘅互惠互利，令到大家做成三方共贏。主席，本人謹此陳辭。